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3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1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21天。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乌军应该是离开了苏贾市，但是还在库尔斯克境内作战。这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说在库尔斯克集团军作战区域苏贾市郊及其周边地区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这表明乌军在俄边境地区这个战斗仍在继续，特别是在库尔斯克州，这可能是乌克兰扩大战术作战范围的一部分。这个谢尔斯基他还在他的电报频道上发布了关于库尔斯克州局势的帖子这谢尔斯基自己发的帖子中提到，俄罗斯空军的打击次数空前，以及俄罗斯和朝鲜联军的压力加大。这个前几天咱们都已经说过了这个谢尔斯基说防御部队在必要时会机动到更有利的位置，尽管面临俄罗斯和朝鲜联军的加强压力，我们将在库尔斯克保持防线，直到认为有必要和合适为止。实际上这个苏贾市差不多已经被俄军给摧毁了。俄罗斯空天军用这个 FIB-3000的炸弹在轰炸这个苏贾市。那么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基相当于委婉的承认了乌军已经离开了苏贾市，但是在库尔斯克的战斗并没有结束。为什么呢？是因为地堡老人也从地堡里出来了。大家还记得吧？前不久这个特别行动总指挥格拉西莫夫也从地堡里钻出来，在库尔斯克前线视察。原来这个是为地堡老人跑到库尔斯克视察，在打前站，对吧？实际先考察一下。当地时间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库尔斯克集群部队的一个指挥部，听取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汇报。普京说当前俄军的任务是迅速彻底击溃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克兰武装力量，恢复边界沿线局势，同时也需要考虑未来在国家边界沿线建立一个安全区的问题。当地时间3月12日，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称，俄军已经控制了库尔斯克州被乌军占领的 86% 的领土，言下之意还有 14% 的领土还在乌军的控制之中这是格拉西莫夫说的。这乌军已经在库尔斯克州一线累计损失超过了67000人和7000多件武器装备。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希望在库尔斯克州建立战略桥头堡，并将俄罗斯军队从顿巴斯地区吸引到这里，但是乌军的计划失败了。俄军在过去5天内控制了库尔斯克州24个定居点。结合格拉西莫夫和谢尔斯基的说法，对吧？那大概就是乌军还在库尔斯克继续战斗。那个普京现在已经下了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击溃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克兰武装力量。这个普京穿着一身迷彩服军装跑到库尔斯克视察，实际上就是想展示一下自己，对吧？终于收复了大部分领土。但是这个也是在特朗普的帮助之下，不是特朗普给乌军给乌克兰这个泄气，在库尔斯克已经打了7个月之久的乌军怎么可能突然就撤退呢？当然了，你也不能排除双方有演戏的成分。就像这个苏洛维金在2022年10月份从赫尔松撤退一样，实际上双方都有交易那现在还剩下14%的领土，对吧？乌军还在这个库尔斯克，那接下来会有什么变化？我想跟接下来的这个特朗普跟俄罗斯跟普京之间的谈判有很大关系。按照普京的说法俄罗斯想在这个乌克兰边境也就是苏梅还有哈尔科夫这一线要建立一个缓冲区，也就是卫生区这不是2024年提出来的吗？这个普京还念念不忘这个卫生区。根据这个美国战争研究所的说法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向托列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附近推进，俄罗斯联邦在4个方向加大压力。3月13日发布的有关前线局势报告指出，乌克兰国防军最近已经推进到托列茨克和波克罗夫斯克附近，也就是俄乌双方各有得失吧。乌克兰南方国防军发言人沃洛申声称他说俄军正通过克里米亚及一条新建铁路线向乌克兰南部增派兵力与装备。这条新铁路线通过顿涅茨克将扎波罗热和赫尔松部分地区与俄罗斯本土连接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大陆桥沃洛申说敌人正在补充兵力，既通过克里米亚运输武器装备，也利用他们在2024年底建成并已经投入使用的铁路支线。此外，他们还使用包括公路运输在内的所有其他交通方式，既有来自克里米亚的公路，也有沿亚速海岸从俄罗斯经过马里乌波尔、梅利托
波尔到比尔江斯克的路线，他们采用复合运输路线，因为知道我们正瞄准他们的补给线和后勤枢纽，试图通过火力控制其后勤路线。这个沃罗申表示啊，他说俄方新修的铁路线，包括桥梁和铁道在内，设施已经多次成为乌军的打击目标，但是俄方会迅速修复受损路段。俄军还使用防空系统、电子战部队和工程防御工事对铁路沿线进行保护。乌军将继续努力破坏这条后勤通道。沃罗申说啊，切断俄军这条补给线是乌克兰南方国防军的关键目标。尽管这仍充满挑战，但对任何军队来说，切断后勤路线都是防御和进攻行动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啊，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顿涅茨克到扎波罗热到赫尔松啊，这个大陆桥，这是通往克里米亚，也就是乌克兰南方的这个重要的大动脉。现在克里米亚大桥啊，据说啊，它的火车啊就一直没有通，就是第一次被布达诺夫啊给它炸了之后啊，它那个铁路桥就没有恢复，公路桥倒是恢复，但是俄军的后勤啊主要是火车运输啊，所以他们现在只能从大陆桥啊修铁路线，扎波罗热一直修到赫尔松，修到克里米亚。大家都知道啊，那乌军肯定要重点打击这个铁路线，但是目前来说啊，乌军没有有效的手段，为什么呢？对吧？第一个是铁道游击队，就是武工队啊，敌后武工队搞破坏，这个风险也很大，不太容易啊，毕竟是在敌占区啊。第二个呢，就用那个陆军战术导弹去炸，你用海马斯，你用这个远程火炮啊，够不着，只能用这个陆军战术导弹或者是风暴翼，但是这个成本也非常贵，也就是得不偿失。你把人家铁路炸断一节，人家半天就能修好，很快啊。完了还有这个人家还有防空系统，你除非炸他的大桥，用无人机炸吧，无人机炸铁路这个效果啊好不到哪里去，对吧？无人机最好是炸那个炼油厂，因为一炸它就起火，自己就烧起来了。你要炸铁路比较麻烦，所以说啊，这个乌军虽然盯着这条后勤铁路线呢，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乌军向前推进，推到离这个叫梅利托波尔、比尔江斯克什么70-80公里的地方，然后用海马斯去覆盖那个铁路线啊，就这个成本也挺高的。你海马斯一颗火箭弹恐怕要10万美金吧，都涨价了。这两天啊，俄乌双方啊重头戏是在外交上面啊，并不在战场上面。战场上面一城一地的得失啊没有那么重要，双方谁也没有投降，对吧？只是战术性的，要么进攻，要么撤退。那这个外交上面就是叫30天的停火。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和那个沃尔茨啊，跟乌克兰人在沙特达成的协议啊，就是口头的，还是总之达成一致吧，停火30天。那现在压力就给到了特朗普，给到了普京。现在特朗普对普京喊话啊，有媒体采访，问特朗普，对吧？你会不会给普京打电话？但是特朗普啊拒绝透露是否与普京对话，但是警告啊，如果俄方不同意停火，将面临毁灭性后果，也就开始威胁普京了啊，也算是威胁吧。特朗普认为美乌沙特会晤取得了重大成果，称乌克兰已同意全面停火，现在取决于俄罗斯的下一步行动。美方代表即将与俄罗斯官员就此展开磋商。特朗普说啊，我们实际上与双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让我们拭目以待。俄方希望俄方也能同意停火，若能实现，这场可怕的血腥屠杀就有80%的可能性得以终结。这个特朗普同时还说啊，若俄罗斯拒绝停火并选择继续战争，将面临金融层面的不愉快措施。什么不愉快措施呢？特朗普说啊，在金融领域我们可以采取某些令人不快的举措，我确实掌握这方面的能力。这些措施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但出于对和平的期待，不愿轻易动用这些手段。也就是特朗普啊，现在恐吓普京，你如果不停火，你还继续战争的话，那我啊就要摧毁俄罗斯的经济，就这意思啊。那至于普京相信不相信，那再说。总之，特朗普已经把话放出去。这个卢比奥说啊，俄罗斯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爽快的接受乌克兰方面关于30天停火并坐下来谈判的提议。昨天咱们节目里面已经分析了啊，对吧？乌克兰的心态、俄罗斯的心态、特朗普的心态，美乌沙特会谈啊，实际上是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是非常有利的。基本上啊，就是暂时把乌克兰处在一个不败之地，因为毕竟还没有涉及到领土啊，只是停火。所以这个俄罗斯人呢，有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停火的，他的立场和态度非常强硬。你比如说啊，3月13号消息，俄政治学家、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
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表示他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同意美国提出的俄乌停火30天的建议，说但他实际上希望俄罗斯当局不会接受这一提议。苏斯洛夫向俄罗斯媒体透露了这一消息，也就是你普京最好别答应，你不答应咱们接着打，然后特朗普他就得给乌克兰军事援助，一切又回到拜登在位的时候那个状态。你看看，所以球踢到普京这儿，普京怎么选择呢？这个苏斯洛夫在谈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现停火的目标时说泽连斯基希望俄罗斯坚决拒绝美国提出的俄乌停火30天的提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被迫回到美国前总统乔拜登政府的战略。你看看，跟我昨天说的一模一样这位俄罗斯政治学家认为，如果俄罗斯放弃美国的停火协议，那么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包括军事供应。此外，美国、欧洲和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联盟可能会重新出现，这正是欧洲领导人所期待的局面。也就是不管泽连斯基连欧盟、欧洲这些领导人都希望普京你就拒绝吧，对吧？都希望普京你这回你能不能硬气一下，你就拒绝特朗普，别给特朗普这面子，就是不听火。那你说普京会怎么选？这个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切帕表示俄乌全面停火必须以俄罗斯的利益为基础，必须切断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封锁空域和海域，库尔斯克地区问题应该单独考虑，应解决乌克兰的非纳粹化和非军事化问题。这个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称在乌克兰暂时停火只不过是给乌克兰军队暂时喘息机会。俄罗斯寻求在充分考虑莫斯科利益和关切的基础上，实现乌克兰问题长期和平解决。在乌克兰问题上假装和平的措施毫无意义。乌沙科夫的意思就是，对吧？这么说停火30天没有意义，言下之意他就不同意。这个乌沙科夫就是美俄在沙特会谈的代表之一。他在接受这个俄罗斯1号电视台采访时说临时停火的提议实际上是让乌军得以喘息，这种似乎是和平的行为的举措任何人都不需要。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长期方案。这个特朗普现在他是说到做到了，马上就跟俄罗斯方面联系。首先是他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跟这个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通电话，两个人交流这个开会心得对吧？这召集会议有什么猫腻对吧？这是安全顾问之间先电话沟通。然后呢，特朗普的特使叫惠特科夫对吧？已经坐了飞机到了这个莫斯科，访问莫斯科要见这个普京面谈。根据这个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证实，当地时间3月13号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以闭门会谈的方式会见到访的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实际上就是普京盼来的大救星能不见吗？开什么玩笑对吧？第一时间就要接见普京当时正在跟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两个人拉家常呢。这个卢卡申科为什么这个时候跑到俄罗斯跑到莫斯科去要见普京呢？某种程度上恐怕也是在劝普京因为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这个卢卡申科在里面受夹板气提心吊胆，随时有可能遭这个北约军队或者是遭欧盟的军队或者遭波兰还波罗的海三国对吧？动不动就扬言要教训白俄罗斯这个卢卡申科压力很大他一共才900多万人，军队才几万人，然后这边呢又怕得罪普京，所以这个卢卡申科这日子难过所以没有人比他更盼着停火。这个卢卡申科他是真正的向往和平的，就你们都别打，再打对吧？你乌克兰和俄罗斯你们俩没事，白俄罗斯先倒了，他卢卡申科先垮台，完全有可能所以说没有人比卢卡申科更着急，所以很有可能那边美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致，说要停火，这边卢卡申科就作为说客去劝这个普京对吧？弗拉基米尔你得听劝是吧？借坡下驴吧。所以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晤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同意美国提出的俄乌停火30天的提议。你看我昨天节目我说对了吧？我说这个普京肯定要同意，他前面放风让那些什么人谈各种条件说不同意，无非就是叫狮子大开漫天要价，这边在坐地还钱。你看他跟卢卡申科谈完之后，记者招待会上马上说俄罗斯同意美国提出的俄乌停火30天的提议，但是他
他还有附带条件。普京说啊，我们同意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但我们认为这种停火必须能够带来长期的和平，并能消除这场危机的最初根源。这个普京最有意思的是，他首先感谢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特朗普很受用啊，因为特朗普就是普京的小迷弟，崇拜普京啊。普京感谢特朗普啊，说感谢特朗普先生如此关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然后普京啊话锋一转，不能光感谢特朗普啊，对吧？那不容易让特朗普骄傲吗？所以普京顺便啊又感谢了2个印度的领导人，然后巴西总统还有南非共和国的总统一并感谢了，他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那言下之意，这功劳啊不是你特朗普一个人的，我是给这么多人面子啊，不是光给你特朗普面子，所以你也不要嘚瑟。普京虽然说他同意啊停火30天，那是不是代表他马上就停火呢？这个不一定啊，这里面还要谈判，他不加了这个附加条件吗？所以这个到底停火还是不停火，现在这个关键的问题就落到了库尔斯克。普京说啊，我们支持30天停火，但存在一些细微差别。也就是说啊，我把话也说清楚。他说，即便我同意停火30天，但目前在库尔斯克州的乌军是能够毫发无损的撤退，还是乌克兰下令他们就此放下武器？此外，如何监督停火也是重要问题。然后普京还说啊，谁会发出停火的命令？谁对发出这种命令负责？普京说啊，建议的停火是正确的，但是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他表示可能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此进行交流。这个就和我昨天分析的是一样的啊。这个普京最关心的是库尔斯克，他在库尔斯克下这么大力气，实际上就是为了停火准备的。他早就准备停火了。如果乌军还占着苏贾市，还在库尔斯克占一大块地方，他没有办法停火。停火就意味着通过谈判，那你俄罗斯这个库尔斯克你一定得要啊，你要你就得跟人家乌克兰交换，你怎么交换？这俄罗斯人会骂普京投降。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对吧？在战场上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或者是通过变通的办法。总之啊，这种问题不能在谈判桌上解决，普京是受不了的。所以普京啊下令格拉西莫夫啊不惜一切代价击溃在库尔斯克的乌军，免得到时候谈判的时候尴尬。所以普京现在肯定是拖延时间打太极，就是说他要通过跟特朗普谈到多少天，谈到什么时候呢？谈到什么时候俄军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他就会准备停火了。那反过来啊，如果泽连斯基不想停火，那乌军就得死守库尔斯克，就是不撤，俄军打也打不走，地包老人没有办法停火。所以问题啊就到了库尔斯克。我认为啊，如果泽连斯基、希尔斯基，对吧，痛痛快快的把乌军从库尔斯克一撤，那么那边普京马上就会宣布停火，特朗普就很有面子。如果泽连斯基、希尔斯基他们继续在库尔斯克坚守，那这个俄军啊他没办法停火。你看这个普京啊穿着军装跑到库尔斯克，亲自给这个格拉西莫夫下命令，你看都没有给他的保镖9名吗？那9名在不在？还管不管事啊？对吧？硬骨头还是让这个格拉西莫夫来啊。虽然不信任他，那也没办法，确实啊手下没人。总之啊，普京现在不立即停火，纯粹是装腔作势、装模作样。还有一个就是想把乌军啊彻底赶出库尔斯克。实际上他心里是最盼着赶紧停火，要喘口气。那这个泽连斯基什么表态呢？根据这个《经济学人》报道啊，说基辅向美国明确表示，任何限制其重新武装能力、迫使其承认备战领土为俄罗斯领土或干涉国内政治与强制选举的和平协议都是不可接受的。约法3章啊，这个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啊，乌克兰总统选举将在冲突结束和解除战时状态后举行。他这话说的比较含糊啊，如果停火了，是不是乌克兰就解除了战时状态？还是必须签了和平协议之后才解除战时状态？不过啊，在目前的情况下，乌克兰即使啊要举行总统选举，这个泽连斯基恐怕还要再次单选。如果泽连斯基不单选，那么选上了一个恐怕更强硬。目前看啊，乌克兰还没有出现汪精卫式的人物，乌克兰恐怕也不存在这种投降的，因为这个事情比较简单啊，好理解，就是乌克兰人现在面临的是过朝鲜的生活还是过韩国的生活。你说你选，你怎么选？朝鲜的生活，那你就求和，对吧？以后跟着俄罗斯混，学俄语，迟早俄罗斯会把他们吞并的，不用着急，会给他们发俄罗斯护照。如果想过韩国的日子，那你就得打到底，他们加入欧盟。就我相信啊，乌克兰人他会选择，你是愿意过
白俄罗斯那还是愿意过东欧国家那种日子，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呢。我们看看啊，欧洲现在是越来越强硬起来了啊，这个是有迹象的。首先一个是法国，这个法国咱们一直说法国比较软，捣乱的比较多，结果啊，什么媒体报道啊，法国投票决定没收冻结的俄罗斯资产。3月13号消息啊，说法国议会国民议会啊下议院议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增加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并没收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以支持乌克兰。这个法国议会下议院议长叫布隆皮韦介绍，法国国民议会共有288名议员对最终文件投了赞成票，54名议员反对以冻结俄罗斯资产为代价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指示财政部研究没收俄罗斯资产可能造成的所有后果。这个马克龙跟特朗普啊在白宫会面的时候，专门跟记者解释了为什么是冻结俄罗斯资产，拿他这个收益来援助乌克兰，而不是直接把这资产没收给乌克兰。就是考虑到一旦这个法国啊、欧盟这么做的话，那么国外在欧盟的这个投资啊，那恐怕人家都要撤走，因为你违反国际法，对吧？你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把人家资产给没收了，谁还敢在你这投资啊？这是马克龙的观点啊。所以这个虽然有很多国家早就提议把俄罗斯的资产给没收了给乌克兰，但是欧盟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德国和法国反对，还有意大利，也就是这些国家跟俄罗斯的经济啊联系非常密切，互相投资都非常多。如果你把俄罗斯的资产没收了，俄罗斯也会没收他们的资产，那就是互相没收吧，谁也比较好。那法国和德国就吃苦，还意大利，所以他们不太愿意，他们愿意拿这个冻结的资产的这个收益来援助乌克兰。你看这下法国态度180度大转变，说明什么？说明特朗普现在做了这么一套，已经把欧洲人把法国人至少是吓醒，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对吧？288票赞成，54票反对，通过没收这个俄罗斯的被冻结的资产。这个就反映了啊，特朗普跟泽连斯基这个争吵之后啊，欧洲民意发生变化。我想啊，德国恐怕也是一样，德国也是反对的啊，恐怕很快他也会随着法国的这个步法国后尘。这就说明啊，欧洲啊确实现在越来越紧张起来。你看看这战打了3年都没有没收俄罗斯的财产，就是在那算小账，在那儿打算盘，各有各的算盘，现在顾不得了。然后这个法国的国防部长啊叫勒克尔努，在这个巴黎峰会上说啊，法国反对任何形式的乌克兰非军事化。他强调了当前俄乌冲突中保持乌克兰军事潜力的重要性。他指出，支持乌克兰军队是确保乌克兰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这个普京不是提了这个叫和平协议，他不是几个要求，一个是那4个州啊要完整的交给俄罗斯，第二个乌克兰你不能加入北约，第三个乌克兰要非军事化，第四个是你欧洲的军队不能部署在乌克兰，那就是乌克兰无条件投降。但是你看法国啊立马唱反调，这个巴黎峰会啊说大约有15个国家表示愿意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但仍需就责任分配达成一致，就是各个国家分摊多少，派多少兵。这个也是法国国防部长啊对媒体说的这个消息。15天后将召开新一轮武装部队参谋长会议。这个法国的国防部长啊解释说啊，为什么选择15天后呢？因为如果俄罗斯接受停火，我们显然希望在这接下来的30天里制定出安全体系的结构，就是要准备派部队啊进乌克兰。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啊恐怕就在库尔斯克。迪波老人再一次下了死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击溃库尔斯克的乌军。那如果泽连斯基对吧，如果乌克兰想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在库尔斯克坚守，让俄军啊无可奈何，无计可施。这个迪波老人就难受了，停火吧不甘心，不停火吧特朗普要对他进行施压，这保不齐啊，然后还要援助乌克兰。所以我说啊，这个难题啊交给了迪波老人，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迪波老人穿着军装跑到库尔斯克去，实际上是给这个格拉西莫夫啊下死命令，对吧？而且你最好给我快点，你对吧？你磨磨蹭蹭的半个月1个月的，这个特朗普那边等不及啊，没法交代。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